各位同學你哋好，今日我哋會學一個叫做 Google SketchUp 嘅立體繪圖軟件。Google SketchUp 係一個可以俾我哋繪畫立體繪圖，即係 3D 概念嘅一個工具。我哋可以使用呢一個軟件去繪畫一啲例如家具啊、產品啊、房屋啊、樹木啊等等嘅唔同嘅立體嘅物件。我哋可以喺網上邊打 SketchUp 呢個字，就會搜尋到佢嘅官方網站。當我哋去到官方網站嘅時候，我哋揀下載，就會嚟到呢一個下載版面。咁首先我哋需要選擇一個教育用途嘅一個嘅版本。喺之後打入你相關嘅個人資料，例如電郵，你就可以選擇下載。我哋睇一睇一啲 Google SketchUp 所繪畫嘅一啲嘅產品，例如咧就係咧一啲嘅手錶一啲嘅室內設計一啲嘅汽車等等唔同嘅一啲嘅產品，甚至可以係一啲室內設計。咁所以 Google SketchUp 係一個強大嘅 3D 立體繪圖軟件。佢個好處係免費下載嘅，咁所以當你下載咗之後，我哋可以喺電腦裏邊揾翻相關嘅程式，打開佢。打開嘅時候，我哋需要選擇範本。咁一般我哋會揀簡單範本同埋使用公尺呢一個咁嘅範本。揀咗之後，揀咗公尺呢個之後，開啟。咁我哋就會去到 Google SketchUp 佢嘅繪畫嘅版面。喺呢一度你見到有好多唔同嘅工具，例如呢一邊嘅一般繪圖工具啦，有啲係一啲嘅移動工具啦，有啲係同尺寸有關嘅工具啦。咁我哋其實一個好簡單嘅軟件就係畫方形啦、圓形啦、多邊形啦。你會見到，因為佢係一個立體繪圖軟件，所以佢可以喺唔同嘅象限上邊去繪畫立體形狀。畫完之後，我哋可以用一個叫推拉工具，將呢啲咁樣嘅平面圖變成一啲立體圖。咁稍後我哋就會詳細講解 SketchUp 係點樣繪畫嘅。